18购物。叫姐，家老牛啊！走，这里有家超市。你懂，你那国际从控行的，你懂，你那国际从控行的。先生，您要什么？哥哥了，缺了这个。哥哥了，缺了这个。请把那个东西给我看一下。家老的拿了鸡蛋肉，家老的拿了鸡蛋肉。这条裤子多少钱？工厂的了，高莫嘎菜人，工厂的了，高莫嘎菜人。210元。高儿你家当旧人，高儿你家当旧人。太贵了。公切切的，公切切的。并不很贵。公千不容马的，公千不容马的。能降点价吗？公多张爬那一年，公多张爬那一年。你给多少钱？缺起高莫嘎菜点，缺起高莫嘎菜点。我给100元。俺高莫加点，俺高莫加点。好，你拿去。热，确认可送。热，确认可送。这皮鞋可以试试吗？国上的彩妆鞋哪一年？国上的彩妆鞋哪一年？可以。年。这皮鞋很合脚。国上的公巴拉提人，国上的公巴拉提人。样式也很好看。大上哈中亚波人，大上哈中亚波人。价钱也很便宜。公用德木人，公用德木人。这双鞋我买了。上的俺牛来人，上的俺牛来人。一共多少钱？钱当高莫嘎菜人，钱当高莫嘎菜人。一共240元。钱当高你家一个人，钱当高你家一个人。请开张发票。总真些你肉，总真些你肉。这件衬衣卖多少？我领的公嘎菜人，我领的公嘎菜人。88元。高莫这是加节人，高莫这就加节人。哪里值那么多钱？公店长钱莫干那日来人，公店长钱莫干那日来人。这衬衣是名牌货。我领的从到改造进人，我领的从到改造进人。50元怎么样？高莫我就认那警察人，高莫我就认那警察人。添几块钱。高莫开些看太机，高莫开些看太机。只给50元。高莫我就嘛都认了门，高莫我就嘛都认了门。好，50就50。热，高莫我就头高高，热，高莫我就头高高。今天我做10本生意了。得人俺胖从调查上，得人俺胖从调查上。老板不会做10本生意的。从班级胖从调谁嘛的？从班级胖从调谁嘛的？再见。要么个。你慢走。去干来配。8堂弦子词。把叶。亚卡蹦啦西松，蹦啦没动冲松，更卡人群西松，人群你妈着松。亚卡蹦啦西松，蹦啦没动冲松，更卡人群西松，人群你妈着松。夏季草原上舒适，草原上开满了鲜花。冬季卧室里舒适，卧室充满了阳光。扎了西比野人，用了桥比野人，冷吧扎西冷比就话没比野人。扎了西比野人，用了桥比野人，冷吧扎西冷比就话没比野人。这是吉祥的弦子，这是福禄的弦子，这是吉祥的地方，永恒不变的弦子。